第2幕。黃黃，我可以將呢袋垃圾交俾你嗎？袋入面有啲乜嘢啊？乜嘢都有，鋁罐、舊報章、膠樽等等。對唔住啊，我只係收金屬嘅垃圾咋。啡啡，我將垃圾放喺你呢度好嗎？當然唔得啦，我只係鍾意食膠類嘅垃圾咋。藍藍，咁我只能夠將垃圾放喺你呢度啦。唔得唔得，我只能夠接受廢紙。